香港的风学院发生火灾，事实是真严重。国内就有专家提醒讲，建筑物外口是拢爱用防护网的材质，较悬的大楼所产生的结构效应，嘛可能是影响的因素，防灾拢爱详细规划。但国内是规定讲，建筑物若是超过16层楼，大楼拢爱有自动泉水、自动警报等等这安全设施，而且平常时就拢爱保养甲维护。2017年，伫英国伦敦黄金地段的格兰菲塔大火夺走72条人命，互人讲甲即届香港大埔风学院社区的火灾成成，高楼建筑的火灾要拍火难度真悬。以香港来讲，他们的大楼都很接近，那等于说它的那个防护网基本上规定都是要用这个防燃、止燃的这种小众的材质，有阻燃跟没有阻燃的，的价钱差将近也差不多1倍。专家分析，若是社区的外壁使用一般的塑胶网，拄着火星真紧就会快速烧炭。另外，超高楼也有可能产生结构效应，风力会大幅度加强，火势真紧就断开。所以防灾机制更加爱谨慎规划。如果我们收信总机收到讯号以后，它大概会有一个警示音。感测到热能也是烟雾了后，感测器触发警报，所来广播疏散。完整一套火灾自动警报设备，可能成做保命的关键。各类场所消防员设备设置标准它在78年7月31公布实行之后，应该都要设有那个火警自动警报设备。管理委员会或是管理负责人他应该是要去设置跟维护他的消防安全设备。目前内政部相关规定，11层以上，而且地方面积伫100平公尺的建筑，11楼以上都爱有自动喷水设备；16层以上的建筑物都是逐层拢爱有自动喷水设备、自动警报设备、避难逃生设备、排烟设备、紧急电源插座等特别安全性设施，安尼无都是违规。我觉得第一个火警警报设备一定要注意，它一定要正常堪用。第二个广播设备，就算你知道火警，你没有办法广播，也没有用。而且广播我们强烈建议是人因广播，有没有办法适时的传达这个资讯很重要。专家分析，台湾的法规完善，都惊无伫管理。高楼层的建筑，平常时都爱注意维护设备，才当达到最佳效果，降低事故所带来的损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